然后我们的团体是可能有某些族群喜欢，那这东西就可以累积的比较快。对，所以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。每次宣传都会有收到很多零食啊，都是粉丝给我太多零食害。因为他们知道我很喜欢吃那个巧克力棒，然后一天大概可以嗑到10盒。因为我都不吃便当，我不吃正餐啊，我就一直吃那个，然后就开始从63公斤开始变到73，我现在是65，那时候最可怕是73，没有羞耻心，没有修养，就是很多啊，真的很多。可是可能他送我们一整团嘛，那可能伟静不喜欢吃那个，然后我说那你的给我，那谁不想说那你的可以给我，对，都给我，全部都在我这，就变到我这，但也遭到报应了，超胖，蛮多不一样的，可能心境也有不一样，然后访谈啊，或者是一些工作就比较自由自在、轻轻松松，比较享受吧。我觉得很多东西以前会很常纠结，现在就是可以不那么纠结，就是觉得只要想通就好。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都会纠结啊，这个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例子，但是就是以前工作会常常纠结，可能个性的关系啦。对，那现在就是觉得我想做什么最重要，就是不会是因为很多因素，可能以前会觉得我很想要做这个工作，可是另外一个工作钱比较多，然后或者是我不想要，可能又拍戏又练舞，整个时间卡死这样。但现在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难，然后也不会觉得一定要选可能钱比较多的工作，开心的比较重要。以前没有钱啊，刚出社会，你当然会想要存钱，或者是让就是父母看到你是有在工作，然后是可以出社会，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以前会有很强烈的那种心态，对。现在就觉得开心比较重要，因为后来发现好像很多会觉得我要赚钱，我要让就是身边的朋友啊，然后可能父母啊，就是虽然也不需要你养，但是你还是会想说，可以在很多可能妈妈喜欢什么东西，你就会马上会想要去买。那后来发现，就是他们其实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就好了，快乐就好了，对，钱不是最重要的。让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。一开始当然是想要拍戏啊，我一开始签的是影视公司，对，但也没有不好，就是加入男团，然后偶像团体嘛，偶像很快就可以吸引到很多喜欢你的粉丝，但是久了会有点觉得不是在做自己，就是做自己，用自己的个性去生活去工作，可能就会改变，就是为了可能觉得怎么样比较好，就去做那种事，就有点小迷失。对啊。但其实后来想一想，也觉得还好，那时候有团体，然后有这个包装在，少走了蛮多路。如果是要可能拍戏，如果是从一个很新的，可能就是演员的身份，可能很多啦，也有不是的，但可能很多人都要走蛮长一段时间才会受到大家注意。那可能因为以前那时候我们演的可能电视剧是某些族群喜欢的，
然后我们的团体是有某些族群喜欢，那这东西就可以累积的比较快。所以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老天有在保佑我。包括那天签唱会也是啊，就是前面几天都在下雨，其实我很担心下雨。后来那天上台后就是没有再下雨，所以觉得其实老天爷还是蛮照顾我的。